如果到北欧受到东部海域的季节咯，也是红头树北欧祭典的时间。为了保障原住民进行祭典，台东县政府有公告禁止遮外来鱼船伫遮掠鱼。那今年海巡署的东部分署头一届派4架无人直升机，到6月14进前拢会巡逻，也呼吁游客唔通去乱碰原住民的甲船帮，避免去犯着禁忌。 每一年2月到7月是咱苏北欧的时期，3月份族人会去海基亚举行祭典，交换北欧，祈祷大丰收。因为大有的族人掠北欧是用传统的方式，落海里甲鱼赶去网仔底，甲商业大量咧掠无共款。过去曾在发生外来渔船甲族人抢掠北欧，引起纠纷。台东县府从94年开始就公告，北欧节期间，除了无动力的渔船甲竹排以外，禁止伫咱苏烟花3海里的范围内掠北欧。 10栋以上的渔船禁止伫6海里的范围内掠北欧。今年海巡署东部分署头一届派4架无人直升机进驻南苏，伫离岸边30公里的空中保护，一架会当执行1点钟的空中巡逻。视任务状况，不定时安排无人机上岛，协助兰屿地区海域及岸际监侦违规捕捞之渔船任务。 台东县府表示，若查到违规伫南苏海域掠北欧，会罚3万至15万，呼吁各地渔民要注意。另外，伫南苏的东清湾，他有族人打造的传统平板船，放伫海边参加北欧节。不过，顶礼拜发生游客乌白去摸这个船互族人是真无欢喜。因为伫祭典的期间，游客尤其是负责人，若去摸着平板船，是犯着因的禁忌。然后女孩子会到船上啊，会上去船上，有时候船会倒。族人讲，翕相莫去搅扰，因是真欢迎。希望接落来观光的大月，游客拢会当甲族人和平共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